我含淚喜迎股市2666點啊！我一定去揾曬佢。我大把錢，我大撈㗎，全世界啲十鳩幾萬啊！我大把錢啊！大家好啊，又係我韭菜仔啊！估唔到為興趣同大家講下時事熱話都有咁多人支持，多謝晒啊！希望大家繼續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 支持我韭菜仔。事不宜遲，立即送上第一單韭菜熱話。尋日咧就出現咗單日最大宗美國韭菜事件啊！講緊嘅就係香港重金禮聘國際猛鴨物嚟踢表演賽，全場38000人，最後變成咁樣。最平880，最貴4880蚊一張飛，都係想睇美斯啫。推而求其之，睇蘇亞雷斯都好啊。賽前教練話美斯都有微傷。到比賽前啊，國際猛鴨物 IG 鋪嘅陣容，其實美斯咧就連後備都冇，都已經伏味濃噶啦。果然正賽美斯同蘇亞雷斯都冇出場喎，淨係下半場嗰度換入前巴塞名宿佐迪艾巴巴斯基斯。蘇亞雷斯咧就一直喺場邊度熱身，熱到完場。查實香港球迷咧都好耐性噶啦，等到70幾分鐘先開始靴。最後美斯下半場嘅精華係咁樣，佢嘅全場跑動圖就係咁樣。到大約97分鐘啊，美斯終於出場啦，影大合照，見佢目無表情，左望右望，唔知當時乜嘢心情呢？國際猛鴨物班主碧咸啊出場講嘢嗰陣都俾人噓到傻啊！連主持都叫大家 show some respect， 碧咸最後要繞場一周安撫啲球迷。賽後咧有球迷嬲到對塊紙板發泄又幾好腳法喎！大公報都出鋪問消委會去咗邊啊！哎呀，真係有啲為碧咸擔心啦，因為政府好快就出聲明，話使咗我1500萬撥款同埋100萬場地補助，美斯都冇出場，對主辦安排極度失望。主辦欠球迷解釋，仲話會同主辦跟進，包括減贊助款項。咁跟手咧，好快就有消息流出，話原來合約規定咧，美斯係要落場踢45分鐘，有傷嘅另計。亦都有傳媒話咧，合約只係提到大牌球員啊，或者只係需要部分登場就已經唔算違約。咁呢啲唔知算唔算係國家機密啦？咁美斯咧又真係有登場嘅喎，而教練咧賽後就解釋，美斯同蘇亞雷斯係有傷，一個肌肉發炎，一個咧就膝頭發炎，求啲球迷原諒啊！今晚合約咁寫咧，又真係你咬我食㗎喎，反正錢以待啊！而原來政府咧曾經提出叫美斯完場之後講兩句，但係就唔成功。有大陸人仲嬲到硬闖球隊住嘅酒店，主辦單位都發聲明話對美斯、蘇亞雷斯缺陣極度失望，話賽前冇收到任何缺席消息。總之而家隻鑊就周圍射啦。有網民就已經幫美斯諗好點解唔出場嘅理由啦。有網民咧仲形容呢壇嘢勁過 JPEX 騙案啊。其實大丈夫好早都話咗俾大家聽。去到日本，人哋係貼張柏芝，唔通真係俾個張柏芝佢哋咩？4880蚊當埋個教訓咯。不過韭菜呢樣嘢咧真係長國長有㗎。上證指數咧喺1月29號到2月2號呢一個禮拜，由2918點向下升到2735點收市。喺星期五更一度跌穿2700點，最低見2666點，全個禮拜埋單累計升咗-6.2%。經歷咗咁壯麗嘅一周，人民日報偏偏喺跌得最金嘅嗰一日出咗篇文，題為整個國家都洋溢樂觀向上的氛圍啊！
令到唔少小中國股民咧就極為感觸，紛紛留言感謝國家。我含淚喜迎股市2666點啊！35歲被裁員延遲退休，一堆爛尾樓，唔再公布青年失業率，話唔完嘅房貸，成個國家都處於樂觀向上嘅氛圍中。美國人挺樂觀的。咁睇到美國股市升到4萬點都嚟啦，心理難平衡啊，都係人之常情啊。但估唔到班網民發泄場地，竟然係美國駐華大使館喎，喺篇關於長頸鹿嘅 post 度洗版留言啊！請你陣間派幾個人嚟指導下呢度啲豬啦！救救我們吧，日子太難了。南一中國老百姓對政府的憤怒到了頂點，你們不幹點啥？好彩唔係入去鬧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嘅。呢場長頸鹿運動彭博都有報道啊。點解啲韭菜唔去中證監度留言呢？嗱，據講咧，因為中證監微博咧已經刪咗留言功能噶啦。其實美國駐華大使館管理員咧都有刪留言噶，但大佬10萬條留言，仲要每秒不斷咁加緊，點刪啊？韭菜咁敢言得唔得㗎？有網民就話自己喺美國駐華大使館留言，唔知微博個 account 出事啊，連新浪財經、支付寶都俾人 ban account 或者禁言，微博仲封埋佢手機 IEMI 碼添啊！咁英國咧最近都有條 Made in China 嘅超大韭菜喎。英國警方咧成功由一宗中國有關嘅洗黑錢案度沒收咗61000粒 Bitcoin 啊，係全球執法部門檢獲最大宗加密貨幣嘅案件。外媒銀碼咧就寫14億英鎊。嗱，呢個數字咧其實係基於單 case。喺2021年7月，英國警方追翻所有加密貨幣嘅時候嘅價值。咁 Bitcoin 價值咧係724不斷咁變噶嘛。如果截至星期日晚咧，呢筆 Bitcoin 其實係值緊20億英鎊啊，即係成200億港紙，哇！真係 fat 啊！嗱，呢單咁大額嘅洗黑錢案咧，嗱，正常諗咧，你一定係以為，喂，肯定好難揭發啦。點知原來勁簡單咯，唔該。話說有位本來喺英國中餐館打工嘅42歲員工，喺2018年諗住用 Bitcoin 買價值1250萬英鎊嘅豪宅喎。不過英國買樓咧分 proof 係 check 得好緊噶嘛，咁律師樓 check 唔到筆錢點嚟喎？單亦咪告吹咗咯。咁一個一直窮開嘅員工忽然買到周身名牌，又買超級豪宅，問佢 Bitcoin 點嚟啦？一時又話我自己掘嘅，一時又話係人哋送嘅。追查之下，英國就發現筆錢咧原來係嚟自中國一個逃犯，叫做錢志敏，又稱為張亞迪喎。據講佢喺2014年到2017年之間，呃咗成13萬個投資者，賺咗成50億英鎊，再轉做 Bitcoin。2017年咧就走佬，走咗去倫敦，之後咧就揾咗個中餐館嘅一個員工做白手套啦。單案喺英國仲審緊，而嗰位錢志敏又稱為張亞迪嘅金主咧就仲走緊佬嘅。咁韭菜真係覺得咧彈嘢其實都幾匪夷所思㗎。一個有能力呃成50億嘅中國老千，竟然會走去查黑錢查得超嚴嘅英國，都算啦。大佬，你揾個中餐館42歲窮開嘅阿嬸去買間成億嘅豪宅，同額頭作住洗黑錢3個字都冇乜分別啫。喂，咁樣做嘢會唔會求其得滯啊？又或者可能個金主其實都係一個做嘢求其嘅白手套嚟啊？嗱，問下大家啦嚇，DC 9同女司機，大家會撐邊呢？呢個世紀難題出現喺2月2號富安花園對出。我一定去揾實佢，我大把錢，我大撈㗎，全世界啲十鳩幾萬啊！我大把錢啊！我一定去揾實佢，我大把錢。揸的士揸到咁樣，小心稅局查你啊！發生咩事呢？原來架的士咧就小路出大路，女司機咧就話的士冇停，咁 DC9啊話啦。個女司機唔收油，結果咧就係女司機擋喺停車閘前，兩邊咧就嘈起上嚟啦。咁女司機咧於是就放咗幾條片上網度公審DC9。大部分網民起初咧都支持女司機嘅喎，亦都有人覺得女司機啲片 cut 到一節節咁，有可疑啊！好快 DC9都出車 cam 片反擊，話佢當時咧就等緊清潔姐姐推走啲垃圾桶。兩邊相遇就展開激烈嘅對話。
咁 DC 狗咧就話俾垃圾桶遮咗睇唔到啦。激烈對話之後咧，佢就行先。啊！點知女司機為咗閘前擋住 DC 狗，竟然逆線行車喎。呢條片一出，風向即刻轉晒，女司機立即俾人話係車力巨人。你做乜行得條路咪俾人行啊？你有事你就對咁子？我屌老母啊！我老母喺屋企。我老母揾車嚟。好啊！我高危險駕駛。唉，本身都好小事啫，最後放晒上網，兩邊都俾人笑。真心佢哋咁粗，其實真係唔應該揸車咯，隨時害死人噶嘛。所以女司機大戰 DC 狗係打喎，兩邊都唔抵幫啊！好啦，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，鍾意我哋嘅朋友記得撳個鐘仔 like 同 share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。